Hello， 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暢遊假期嘅老闆娘蘇太，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條超正嘅中山長江水上樂園2日團，循環冇購物，只需要港紙199蚊。第一日我哋係關口集合前往中山，中午品嘗招牌食茄魚格，皮脆肉嫩多汁。跟住前往長江水上樂園超大水上樂園任你玩，有刺激嘅大喇叭啦，悠閒嘅漂流啦，小朋友最中意嘅水上樂園區啦，大人細路都啱玩嘅。第二日食完早餐，行下文藝三溪古村，可以悠閒散步打卡。中午品嘗荔枝柴燒鵝丸，途經醉香園。大家可以自由選購地道手信。我哋呢條行程一家大細都啱玩嘅，快啲約埋屋企人齊嚟報名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，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，繼續有信嘢分享俾大家嘅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玩，多謝大家。